今期教你一招，睇下實用防暴術。首先第一招就係封拳穿喉，用左掌封接對方來拳，同時用右掌穿擊對方喉部，通過封截同埋轉身化解對方來勢。封截手要控制對方嘅手腕，同時右掌要同時穿擊對方喉部，動作同時完成。講究迎拳同穿喉、斜上、步法嘅四合為一，要求對方來拳嘅時候就唔躲閃，直接上，要求急流勇進，直迎斜上，不招不架，直接擊打。第二招關門射箭，先用雙臂合錯對方來拳，再用指骨拳打對方喉部，要求通過手臂嘅旋轉發力合錯對方嘅來勢，封住對方嘅來拳啦，同時用指骨拳打對方嘅喉部，俗稱關門射箭。先將門關住，再斜上打對方嘅要害。動作同樣係簡單直接，一氣呵成，要求步法、手法、身法合而為一。第三招內合掛拳，左右手上下內合破對方直拳來勢，同時上右步抵住對方左腳，反背拳打對方面部，要求以踭為上臂旋轉嘅圓心，力量從腰到肩，從肩到踭，從踭到掌背。發拳嘅時候重心向前腿轉移，先破對方來勢，再攻敵鼻梁。平時要經常練熟呢個動作，喺緊急關頭先可以一氣呵成。同樣要求整體發力，身法、步法、手法合而為一，力量從腰到達掌背。同樣可以用內合嘅反背掌，同樣嘅動作，用掌撻擊對方嘅面門。